赶快来让大家看一下。C 莫安江转一圈哦，转一圈。有，好可爱。喉咙你念哈不公聊暗喉哦。哎呦，那个客家人的口水喷会讲。哦，客家文化最创亚一盘米奇木琼哟，红楼法式法拉比包，保证你一生也都脱不开。刚刚这一段好漂亮哦，京剧我要学起来。好的，哇，好漂亮啊，真的很漂亮，艺术品哦，洪水带来吹苗还嘛个嘞？哔哔包包口袋笔，好可爱哟！看到手动开呢，哎，咱讲吼，等下个主体嘅部分吼，听说会写名额啊吼。不要挑你这个选。没有没有，你第一个参加你要节目吼，让个该住吼，可以让男主持人陪一晚哦。哎呦。Hello， 各位天视機前面嘅觀眾朋友，大家好。還有現場嘅鄉親朋友，大家好。歡迎收看一家之主我係民族。係壯把腔，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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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從下去。我為什麼要跟你一起呢？看下 Andy 性感散步啦。啊。看一下唔單止散步停停哦，你看這個背板，對。它那個主菜嘅推哦，哎，全新一季哦，當然千萬萬心噶。冇錯，因為呢一家之主哦，神夢太起來想一下，老太監呢向下來成長，唔過唔單槍愛用哦，而呢一家之主來到天星年，唔過客家天視台喂20年呢，要20歲了。呢度客家天視台差唔多未有10年左右咧嗬。超過10年，客總後面是哦，就差不多9年。9年，對，所以我在客台有13年的時間。哇，你是從2歲就出道吧？2歲就出道，講得還會做人吧？哈，對。唔過你講正經呢，上下來保養師傅之前，我感謝記得，因為我身旁這一位師傅呢。他也是我在一開始第一個節目的時間，就老給認識嘞，一路以來，他也帶着我成長，我也看到他有很多改變。我們一起來歡迎魯春平魯師傅。平安了，拍謝。哎，我是看着他從1寶爸變成2寶爸，現在變大廚師，有自己很多餐廳，好的，你看用講，你看講講，你看款機哦，從體脂20到50，這是你，是你。好了，大家都分享到係林訓舉師傅，大家好，來體脂多少？22。哇，剛才太真情流露了。好啦，總共已經呢一家之主神夢太起家想下來到 TC 貴啊哈。好，馬上呢來分享到今日風吹潛水站，風吹呢係2姊妹耶，而且他們超可愛的。哎呦，分享到一個牛耳機佬牛筍姐。哇，跟嘛改，恰，哇，風水安樣嘅戰窗哦，大家都看下，諗住我分享到嘅係逐東嘅表姊妹，幫小妹撈中就得，哎呀，恰，優雅進場。我可以接受來賓看到帥哥會有點害羞啦。我知道，因為甚至在旁邊嘛。對啊，真的有道理。我們現在講一下，因風吹呢來自足多，搶高一下，都足東要到 V 有嗎？貼片老太太 sell 給這樣，你們頭上的花怎麼回事？哦，肥事。這個我們上一次跳油桐花帶的。七卡座位嗎？七卡座位。好漂亮哦。妹妹座位。好可愛，講 C 妹，你講啊 ，C 妹安江，C 妹趕快來讓大家看一下。C 妹安江轉一圈哦。轉一圈。有點像在海洋公園。可以。本來是想要問他們說啊，竹東亞島邊都帶有馬鐵傘，可是我發現你們兩個就是最棒的在地的景觀了。好啦，唱歌一下就講嘛，你推薦的嘛。那個山一座一座的，很像5個手指頭一樣。真的。哦。那5根手指頭你都爬過了嗎？哎，有的沒爬過。因為這個五指山呢，其實是台灣的這個百大名山之一，同時呢也是小百岳。所以呢來到竹東亞島邊，現在大家非常喜歡爬山嘛，PK 山竹東就是一個好選擇。係啊，不過除了吼，該下講嘅五指山之外哦，其實因為景點講睇之後，鐵山鐵河之後，我要啊，我食東西啊，最有名嘅特色美食，叫來頭個分享一下。我到竹東最有名嘅菜包，
嘅菜包有2、3種哦，哦，還有包鹹菜，哦哟，還有包菜脯絲，哦，依家菜包賣落去就當包，我當然是賣。咱有一間店吼，那最有名的係哪間？最有名是東寧路兩間啊，你知道啲講啊，客外哦凍醬吼，係啊，伊係好6年。也好多年哦，哎呦，喉咙你念哈不会讲聊暗喉哦。哎呦，碰着客家人的口水噴會講。哦，客家心球啦哈。是同一個菜包啦。對對。好啦，所以來到呢一片哦，就當話好搞好料好食千婦肉哦。冇唔錯，唔過也下花梅島講誒，隨住來進行體育館嘅挑戰。料理大屌絲，大家個卡都要算係自家嘅好美食。兩嘴愛啲限定嘅時間地度，用帶來嘅秘密武器，做出一出最讚到嘅世界料理。到底哪家嘅美食會較上癮呢？一家之主，叫下來大屌絲咯！好，馬上來進行列關，風吹老兩吹都拿出自家嘅百寶箱裡面的秘密武器出來了。哦，風吹懂厲害哦！來，我問一下美麗的玉怡姐，想問一下你係乜嘅？我做的是彩色米奇莫，彩色嘅米奇莫，彩色去卡州呀！去加州我跟你說，我看到就已經食指大動了。哎呀，我先問你，給唔要拿下彩色的米奇莫做乜嘅料理咧？打拉必爆，米奇莫，哎，是有想到李志龍嗎？不是，我在想的是，都帶給黑粥鹹的還是甜的？哦，看他這麼甜，應該是做鹹的。對啊，對。應該做鹹的。好，給咪就拿下彩色米奇莫的編出睇下某上多嘅料理。我問一下哈，用水記、用語記、用3年，有信心嗎？有，加油哦！啊，好，大家來看下咱水里一片吼。啊，哦，厲害咯！你要買東西？梅汁，我也這吼，自己做的吧？阿姐做嘅。哦，啊，我今日那了我也這吧，我也水吼做乜個料理咧？我做梅汁通醋豬肉，哇，你一套料理用來貼撇自廚。呢兩熱天時是發心啦，有兩梅當茶飯，哦，做得是的2萬多。凍好，因為係體育館，所以先我們已經量沙哈，台上講哦，等下嘅比賽有信心嗎？有，咁厲害。好，今天呢，真的講係4個懂厲害嘅新妹主廚嘅太對決咯。馬上我來倒數3、2、1，搶開始！我哋手上過去嘞，加油加油！今天然後4個都是每一個都稱霸家裡的廚房的媽媽來這裡比賽。我跟你說，你們3個男生先折服了吧？我先老人講，記得我們嗰場主菜婷婷，她就準備加分題，真的，真的，以前都沒有加分題耶。就是誇獎男主持人。哦，那真的這一題呢，怎麼誇都不會得分的。講笑啦，今天用眼鏡準備的啦。好，大家你看。來了，太極，要慢點做哎，這個是怎麼給我介紹一下啊？愛做的啦。兩個紅色的係乜嘅色彩？薑黃粉，哦，加強色的嘞？強色的哈。不要跟我說芥末哦。不是那個蔬菜，不是花葉，不是抹茶，抹茶，答對了。紅色的呢？紅色的。這個市場有賣絞肉嘛？不是那再切。紅曲。哦，等一下，厲害了！藍色的是藍色小精靈的嗎？蝶豆花。哇！哦，白色的就是純米煙梅，白色純米。對。哇，真嘅你看到落去有沒有整個客家文化去衝壓一盤米奇木瓊油？紅蘿蔔色法拉必包，保證你一整年都吐唔脫，好不好？剛這一段好漂亮哦，京劇我要學起來。好的，好，今日用呀嘅梅花肉。好，咁今日係用我來炒呀煮好。來炒。你準備按到口味嘅米絲麼個？係啊。那你炒之後，它的味道會不會變太雜啊？其實這沒有什麼味道啊。這是沒有味道的。那配料該部分呢？配料部分就梅花肉啦，韓國香菇啦，韓國
虾米呀、葱啊，这个是你去给他剖哎，吗？这个婆嘿，有葱酥。哎，对，有葱酥哦，，我隔着口罩都很香。对，哇，隔着口罩都想吃。哎，不要。好啦，不说人家就有参加假砧板黑吗？哎，嘎砧板，哦呀，妹妹都假砧板周围吗？这个发哦，不是，发这个妹妹自己做的，哦因为我们有那个流通发社区跳舞班啊，跳舞班，哎，所以讲到跳舞，对你刚刚开场害我有点心动呢。对啊，哎呀现在要不要带你？要不要带你？要不要带你跳一下可？是他肢等一下把他带回去体有障碍。哎，你第一个参加你要节目吼，哎让个该住吼，哎，可以让男主持人陪一晚哦。哎呦，这个说还有一个不要理他哈，你们先做菜，我们把祸害带走啊，好好煮吹，哎，他就做出来哦。啊，哦，卤牛哦，这是要做猪排吗？的，糖醋肉佢可能係鋪過啊，先鋪過，而且滷過好嫩哦。两位姐姐都是 Hello 你吗？一个两个都差不多，差不多是差不多漂亮，不是啦，是这个是南部人嫁上来的，所以假手的玉还长好看呀。怎么加那么多糖？对啊，因为它酸呐。哦，这个是醋，是不是？对然后加砂糖。聽講書吼，要參加埋個加卷飯啊，又係埋個主菜沙灘嘛。冇嘞，没有，哇，不成，没有嘞，不是嘞。我们不成，那你們就是憑着18年的經歷就來參加報名哦。对啊，就在家里煮啊，有这个机会就来试试看。所以簡單到大家紹介下，今年係個每一通時菜嗰度豬肉哦，煮牛啊，就埋個食菜啦。我用里脊肉哦，啊，然后咁啊，該會托里脊肉啊？去行院啊，炸过啊，行院。哦，現鋪哦。哎，要有熱哦，要有熱，你有确定有热温度了吗？要有熱，嘿。因为这不我們抠這邊有嘞，提供貼心的服務。手进去啊，你的手进去。你要不要試一點？對，試一下，嘿，可能還要再一下。要不然哎要剖还没狗，还没。好，我们先过去，等一下都准来哦哈。好，我远远的看到你那朵花，目光没有办法转移耶。来，我帮你开。沙拉油，沙拉油，好。誒，雞啲味道係款係麼？哎，啲啦，啲啦，便利粉，有没有买你来报名的呀来， ？No，平常有看你节目吗？哎，偶尔看一下，我看一下。偶爾是3年看一次。没有了，冇啦，佢凍集上我看哦，為咗你一節目吼，佢準備凍酒呢。怎么着？通常來賓都是這樣。你才是3年上一次节目吧？对。有加罗马姜系吗？哎，那个太白粉太白粉，这样比较嫩一點啊。哦。誒，馬上想到嘅面試冇做得用天然嘅食材來配色啊。哎，我想安樣做好醬啊，嗯。係啦，哇！啊，加下邊落去表香。哦，這個白香嘅鋪就凍葱油哦。有香哦。就少咯。找個香菇， 6年啊，大撒卡會煮哇！啲啊，啲還會做。哦。那你有省幾次到嘞？姐姐啊，当然姐姐帶領啦。哎呀，不要，這簡稱華人的客套。这个它呢，通常會跌落去的，當中。應該係一口該小點心那樣。一口嘿，是誰的一口？我的一口大概這樣。哦，那可能是半口。脱皮了哎，。真的。这个就是那个啊，头妈豆露豆哎啊，马上要冲脱泡盖送哎。6年啊，大撒卡會煮哇！啲啊，啲還會做。哦。那你有省幾次到嘞？姐姐啊，當然姐姐帶領啦。哎呀，不要，這是簡稱華人的客套。因為你6歳處女都會遺傳媽媽嗎？哎，哎啦，哈，媽媽一定懂不會料理呢。你看，所以我有點擔心我自己了。為什麼？萬一有一天我結婚的話，我怕我女兒沒有辦法說我媽媽很會料理。你很會料理呀。你什麼時候是我兒子了？這個嘛，哎，是沒有差那麼多年紀啦。哎，要到長嘅炒板單嘅料。哎哎，板山啊，炒板挑的那種料啊。來，其實客家人就是最會標這些了。對。可是蜜奇夢肉一炒的時間要怎麼樣不會娘兇哈？對那個我已經有弄一點點的油了，油哦還有油哦油，嘿，哎，凍醬哎。哎，好美喲！
就很想唱一首歌哎。来。暗黑世界嘅客家人，世界嘅客家人。你起的 key 有点太高了。好了，对不起。胡椒粉。胡椒粉。你很自家秀妹。我们快好了。我们快好了。日日去看下冷水好咧。好。梅頭要注意啊，梅頭啊。吃了。哦，哇！好开心，好开心，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好粉嫩呢。我现在让你灌贴吗？哦，关灯先关掉了。好，还要再炸一次吗？对，有玩回锅。现在就冲该宜兰该脯肉、脯肉。有呢。对。兩個太子平常時喺做乜嘅條路呢？之前街長呢？街長，無業遊民的街長，去逛街啊，街長。哦，逛街貴婦，貴婦簡稱街長哦。我去掃街啊，不是街長。掃街。原來現在謙虛的講法叫做原來如此。我去掃街。做長官的呢？是街長。啊，小妹啊，這咧，你挑白做埋挑路。我以前是做板賣的，芋頭糕那個水板。九層板，我超愛吃菜包，我是菜包妹。天板、汉板啊！所以剛好你可以去小街道的菜包哦。那個地址就是你家地址哦。不是，退休了。已經不舉金係嗎？我做10多年了。哇，職人精神。哎呦，年紀多了就要休息啊！你要做到什麼時候？哎呀，太困呢。對。好啊，炒蔣現在炒飯給用了哈。有點像是茄汁嗎？再加梅汁。糖。哦，就有點酸甜的鹹甜。然後如果挑好之後，你要不用參一下。好香這個醬料。手工藝就出來了。哎呀。對。好，那我們就先來去倒數嘍。天朝馬上倒數，3、2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時間到，馬上就來吃看下鐵罐來做卡針的哦。鐵罐呢就會變出七家嘅笨蛋，叫下來變料理。現在吃看下你風吹嘅，兩個係巴拉比波米奇莫，吃看下。哎，看起來。光是色香味的部分，色的部分就要給它滿分嘍。咱嘗試就色木好款哦，cái香味哦，因為就加香蔥，哎呦，極好吃嘞。而且大哥哥改一些演習來提名，重點是它的米奇莫好 Q 哦。韓剛，我覺得它給做鹹味甜味都做得。做得嘿。牛神記，你吃到牛板，給你表現好什麼？都好吃啦。口味很好。原來嚟一片來問一下，咱厝吼對雞肉嘅評價形容版，小妹阿姐先來講。好吃又香，料又多，有到位。啊，周大姐，เรา睇個講一下雞肉就係米絲膜啦，好選咯。呢個米絲膜當香啊，阿妹哦啦，那個周姐姐啊，哎，是咯，他呢種種袂知道佢嘅當香。也給你試看一下，咱厝嚟一片就係這個。梅子汁糖醋豬肉，哦，給叫你試看，凍酸凍甜，凍好食。哎，肉凍嫩呢，好嫩哦，凍巴丟。瑞姐，你知道嘞？有滿意嗎？有，凍好食有呀。牛神記，你覺得呢？肉又嫩啦。啊，咱嘴裡一片，其他都講看一下，因為人家下次哦，我很擔心說個tomato醬哦，個梅頭會傾過去，結果唔會呢。那個梅子的香氣和寫得多哦，還可以，還可以。對，可是再酸一點點比較好。哦，我老實講的。所以可能係蒜絲會加豆豆，也係檸檬汁。你家下就不用檸檬汁了，放太少，放太少一點。其實應該取到正經凍好起來，因為個肉吼凍軟冇落落啊，它就個醬咪跳到嘟嘟好，所以等下我看一下師傅用辦來拼粉咯。給你掌握時間，馬上就會到誒！先搶盧師傅，搶分數。耶！好，你一下看一下阿朱師傅搶分數。哇，搶手哦！盧師傅搶公平。像田村的
冇强龙的风味，咱做以后两边啊，其实有啊咧香味啊，讲啊咧香味啊，咱冻香。哦，各个搭配的东西基本会超过伊，甲个主食材，因为讲梅头下头冻创，可能甲你是新出个米线母的甲有口感啊，就哦拿捏先穿以后意香。好，两边口先容易系汁，其实本来还有一个同个梅子的个肉啊，做啲梅子粘掉下。果肉啊，遐种直接讲个柠檬水啲柠檬汁酸啊，或者果肉吼，做啲好豆掉，只唔会感觉是咧好甜腻的。好，阿朱師傅有冇冇強用嘅想法咧？哦，我要配南推兩片呢，我係適度嘅糖醋醬嘅梅頭凍好，還有嘅梅嘅啊，凍用那種回甘嘅作用。紅推兩片呢，梅頭凍好，有爆香，有個香味種出來。啊，不過還是有一絲絲的個鹹味，就較淡一絲絲。啊，不過沒有關係，調整一下鹹味就很好食嘞。這樣。感謝師傅本睇起來建議，唔過鐵管地圖呢2-3年都得到1分咯，算係平數。唔過接下來看下甚至師傅帶來乜個好料嘅，我嚟留睇起個分享哦。食材好料理，耶！好，我嚟輪到甚至師傅做料理嘅，真已經當叫冇食到人嘅菜嘅，超級期待。想問一下，叫咩帶來嘅菜名？我都問嘅咧。那不是蟹中鳳。嘅沒蟹中鳳，我重複咧。當當。對。因為按喵按到嘅，那不是雪中紅。我就會用這比較多顏色嘅法蘭必卜 tomato， 血紅隊。青豆嘅顏色就該黃色嘅啦，紅色、橙色嘅種就哦。還有個食材呢，我就老料，起司呢老料啱夠，使用花哦。最重要嘅，等一下會打一個醬呢，會用個美乃滋，還有個客家人嘅鳳梨醬哦，鳳梨醬。那店它呢會用這個芽菜來做一下裝飾，然後擠個檸檬個汁，還有個皮。好，所以基本面強龍係摘菜啦，哈。摘菜，兩個係一口個小點心那有。一口，是誰的一口？我的一口大概這樣子。哦，那可能是半口。好，我們先把它炸一下哈，本體個皮呢，先把它脫掉。那不是雪中紅，我跟你們說，這裡面非常多水，會比啵啵哦。沒了。店它呢，我會本體切一下對半，哦，他的衣服就脫掉。脫皮了。哎，真的。這個就是那個啊，我媽都碌到哎啊。馬上要沖脫泡蓋送哎。用水燙也可以啊。用水燙沒走對了。哦，本體泡一下冷水哈。哦，哎，這跟人類燙到是一樣的道理。你是不是想做實驗？你可以啊。好，我會本體衣服脫掉，按用該衣服tomato呢會較色會較醬，哦，色會較醬。你蠻習慣這樣子脫皮的。你都喜歡脫光的吼。豬腳凍夾啦。脫掉就好嘞。所以基本上按到嗰種色芒。按用會較詳細，我會用色度嘅吼，本體切一下哦，專門得切團哦，專門得切團。好，呀，底度呢就紫吼就水，唔會老記本體刮出來。哎，咁咩破狗咁樣笑哦？唔會燒。所以你只是要拿幾種容器嗎？對，店它就是放起司哦，它就是像我們夜市裡面該 tomato 加該蜜餞。哦，可是你也加鹹咩？嘿，沒加鹹嘅。好酷哦！那就看到你該起司哦，就撈只啱果哦，本體攪拌一下。哎呦，哦，堅果呀，對，好療癒哦。好，就撥一點點哈。哦，像我本人咁樣。嘿，好，本體塞到底度。好讚哦！等一下，我突然想一件事情。那不是雪中紅，菜名是什麼意思啊？雪係咩？就係該起司。店它該雪呢，也會撈料，很神奇嘅東西。有真的有雪就對了。對。觀觀眾朋友好好期待一下。店它呢，我就撈料哦，美乃滋還有鳳梨醬哦，本體打到綿綿就做對了。哦，打到綿綿。他是意思叫你阿彬師傅加油。來，我表現咯，我展現咯。哎，好像看牙醫哦。伊按用凍河，佢做啲保持一個鋒利嘅口感嘛。好，差不多嘞。好，我們就把我們的醬汁呢，本體放到我們擠花袋裡面啊，擠花袋。好，我的那個擺盤就再拿過來嘞。哦，秘密從裡面這樣蹦出來，這樣。講得好好哦，就像有珠寶蹦出來 Q 喲。對。哇，過來全談唔是啦，好像出國。
这个看到手动开呢。哎，咱讲吼，等下个做体嘅部分吼，听说会写名额啊吼。不要挑你这个手。好，我的那个摆盘就再拿过来嘞。好。哦，该珠宝盒。哇！那个珠宝盒。魔鬼跟他讲的动过街的。两个四个还没都空都要低度。系啊，我去买一个珠宝盒，我想到，就该详细该青岛该颜色，就不用东西蛮好看的。哦。会一直冒烟。低度啊就不用该干冰。哇，好浪漫哦！睇住人家就有寬整嘛，其實已經簡單呢。哎呀，对呀。电它呢，我就把它这个凤梨盅呢，把它挤上来，挤一点点哈，让它有一个味道。好，凤梨不用松稀哈，有一点装饰。这里泡一点个柠檬皮哈，凤梨就香味哈。哇！哦，你听我个翁色嘅莱姆啊。嘿，按用它香。哇，它就会有柑橘的味道哈。那就该食用花，我们放旁边就做对嘞。哇，好赞哦！哇，哎，你这个太小了啦，我们这边有那个哈泰路耶。啊，这样台路也讲一样，台路也讲一样，还有刚讲，哎呀，很多嘿，有花所以呢，可以浇下去后，一度有放干冰。哇，好漂亮啊，真的很漂亮，艺术品，艺术品。好，这样之后嘞。来给大家看一下，给唔黑雪中红，安妞就红色喽。耶！给唔妹谢中福。开启嘎嘎有好多，都带安妞的处理嘛，其实懂简单的耶。是呢，你要放爱进去。好，我们一起来吃吃看哦。柠檬香，好香，香哦。那个 cheese 揉的刚够，它会有一直跟tomato融合过后，会有很奇妙变化，而且还有 Nobuya 跟酱汁。第一白是狗，师傅很厉害。嘿，有神奇，你知道嘞？就是秘密从里面这样蹦出来，这样。讲的好好哦，真的没有吃到这种口味。真的就像有珠宝蹦出来 Q 哟吼。对对。哦，那看起来烂水里阿片哦，哎，没学到冻家哦。刚才讲那个开洞，那个开都还没有到洞，就是水贴嘞。有没有啊？这先让我跟师傅按摩一下。不是狗啦，很好吃。那是按到水提白水的，要按好吃的东西。哇，好奇妙！那个甜水炸的哦。不是会用太叶tomato啊？对。我已经给撇掉了，这唔啦。学到冻河学嘅水啫啊，冇咧。啊并购咧。其实哦，用咧料理啊嘅重点吼，系挑签吼，伊会有用咧高油，咁用水煮嘅些，佢可能是冇咧油脂嘅口感，哦不会那么滑顺。含油佢用嘅咧系凤梨酱，凤梨酱佢含嘅东西，捞起来甜嘅东西就赖出来，因为食落去嘅些食到个酱咧含嘛，起来咧tomato啊咧梅头是甜甜的会散发出来，开启你的味蕾。好。睇住架有好多冇，簡簡單單做出老爺嘅太廚嘅料理，變到廿木卡做蛋糕咯。我頭前一畢業，馬上進來進行最杯米一罐嘅挑戰。百變料理網，兩嘴愛啲寒天嘅時間地度，用自天嘅食材變化出無窮樣嘅料理。一罐唔但淨係比米絲，咪愛比創意哦。都帶奶嘴真係正經嘅百變料理網，一家之主，人哋隨來上菜了。耶！好，兩個農場掉出來，地度就有必備都要到位，都帶係乜嘅呢？嘿，等下端出來嘅東西吼，我想看做啲做乜嘅變化哦。先想一下，就係水餃皮。水餃皮哦。其實做變化哦，其實到 YouTube 當會做得看到更多。好，來考一下羅師傅。你在假裝思考。切是用泡的，用泡的，泡不去切就洋芋蛋片浆切到。哦。配花生粉、提條粉、胡椒鹽啊，咪做對啦。做鹹的，鹹的。哦。哎，咖喱乳咪做對。咖喱乳，變甜的。
好，妹妹做的。他一次讲3个。对啊，谁？哦，拳击哦，可能本去公体咯。哦，都得包水饺。หั่球呢？你有在认真录节目？薄纯个皮就都得像卢师傅讲的切一切，然后帮你炸锅。家就已经有想法都会酝酿了，马上就会进行最关免疫馆的挑战。好，倒来两水，我拿要水饺皮了，变化做马料理呢？先来问下风水，风水带来菜名係乜嘅呢？哔哔包包口袋饼，好可爱哦！你好像在端盘子。很可爱，这整个我被他萌到嘞，哎呀，萌到。不然等一下。哔哔啵啵口袋饼，对不对？哎用这么可爱的方式，老太下够厉害，风水有信心吗？有，加油哦！加油！哇，太可爱了。但像係個菜名是本應按起台吼。对，哔哔啵啵。你探看一下藍水的影片哦，動厲害哦，跟想法咯，眼咩可能有相關哦。大家都探看一下，藍水今天帶來個菜名按到水饺剔透面，它的斷句係到水餃剔透面，顽皮。讓我有一點小期待咯。等一下就醒醒麼？動然後就水妹一罐的哦。冇錯，兩組都準備好勢耶，馬上倒數3、 2、1，唱開始。殺開始，我覺得我們的太可愛了，有節奏呢。哔哔哔啵啵口袋餅。我想看阿並購。哎，對啊對，哎，你們兩個一起好不好？一定很違下一次和。，預備開始。哔哔啵啵口袋饼。哇，天哪，變限制級的節目了。好好啦了，也是蠻可愛的。很可愛啦大家一起看一下都在做馬街，最高皮波嗶嗶啵啵啊！哎喏，我們來看一下。大姐，你們真的哎，得影像哎。金本日啦，帶來的是嗶嗶啵啵口袋餅，為什麼最高皮波嗶嗶啵啵啊？點落去後，它會浮起來，哎呦，會嗎？會膨起來，哎最高皮波碰的，哦，嘿嘿，會哦。哦，一般的都會嗎？要慢慢的要等候它，要等候，要耐心等候。嘿嘿，他要耐心等候。说到要等候，今天有一个人一直在守候，那那个人是谁？一直拿着样不样？应该这样在拍讲好了。这边，今天有一个老公等在现场，很幸福的那一位自己举手。人家拿着菜刀。哦，是我，对，哇！Hello，大哥。謝謝唐公，謝謝阿哥今天來到現場哦。哎，唐公係中落來嘅哈。你都中浪啊，騎的我都拜兩三年就逼過了，對不對？對啦，平常老實說，你有沒有抱他？有，不然怎麼辦？報警警，報警處報理。警處理，阿哥動幸福嘅哈。哎，好。你在攀得了？哦嗶嗶啵啵口袋餅怎麼這麼澎湃啊？我要客家小炒 L K，哦，哦，用它給它炒肉哦。哎，誒對版先切。哦，為本嘅合撲係哦。對板板切長。唔是安噴，他們兩個都做出來也真的很講究整個的視覺呈現效果。係啊，我講肉酸阿姐哦，佢係加到中辣，為到我攞姊妹吼，窮下嚟煮菜送節目哦，才來到主動的。誒，佢我都係會超過1點鐘嘅哦。哎呀，這樣嘅係乜嘅？用誒，sau嘅吼，少用誒，浸過咧，有嘞，用酒也係。唔是用水煮到的，水煮的啦哈。好，這個一定很棒。客家常有嘅進靈魂啊！哎對，，好，蓋先逼掉一下，等下夠多轉來哈。哦好，來，啊，今年有冇想到一種痛麵啊？水饺皮從因面疙瘩咁樣啊。哦，哦，哎，可是我有一個疑問，馬介，給它煮久的過後，會不會讓整個湯變得很渾濁啊？唔會呢，看佢煮嘅風雪啦，吼。因為今年係做痛麵嘛，吼。這個要給表強了，就又想到客家嘅扮演的啦。那就客家嘅加都要到畢業時間，敢用煮來生嗎？從下煮啊用。它煮哦放。下過來全談唔是啦，好像出國哦。那你該下別嘅料就買嘅撈睇下少計咋，好冇？豬肉、香菇，安個葱啊。哦，好，我們先過去，等下夠多轉來，好先準備好了哈。哎呦，哇，哎，真的真的膨起來了！這是剛才按鍵剪出來的嗎？黑啊黑啊，好神奇哦，這很像印度口袋餅哎。超係黑色片呢。對，應該係爆落去啊，來客家小炒食的很爆落去。爆了，哇，哎，我們的創意，這個真的很厲害耶。
各位观众朋友们，你好到位哦，好到就娘的哦。你看，家下快冲嘅细节咯，师傅讲咧安豆嘅做法，莫讲到你啊，我跟你说，他创意完胜。我们没有一个人比他更有创意。哇，这真的开了我的眼界。刚才还要老给剪回来吗？黑啊黑啊，那它剪开来不会就扁下去了？不会有一个洞啊，就一个口袋，有没有？它定痛了，似曾相识哦。那不是雪中红，那不是水饺皮，那不是客家小炒，反正什么菜都加纳米。那不是张伯谦，那不是汤面。哦好，好，我们先过去了哈。要给来看。来，老太家少改一下。刚才我们的水饺皮的都来的。在这边呢。哇！但是它是不是又叫韩鸡啊？怎么来到香葱？对，香葱都有好的。变细面了。对。伯谦，你要试试看吗？哎呀，不能看到手动开呢。哎，咱讲吼，等下个做体的部分吼，清楚会下面啊吼。不要挑你这个血。没有，你待会直接吃，你生吃，直接拉起来就直接这样吃了。对啊。像气死这样的，气死刚才吃过气死了。观众朋友，是不是在期待我失败啊？潘算勋功了哈。怎么来啊？怎么都自己讲的？再拉，断掉要自己吃哦。3、2、1，断掉。再拉。我成功浪费了它。好，吃掉它。可以的哈，不能浪费哦。姐姐，我是不是浪费你们食材啊？对，吃掉它。不要说我对你不好，帮你加点胡椒粉。有比较好吗？有，调味一下。香妈应该不能吧？可以啦。哇！其实我真的蛮想知道口感，因为没人吃过。这一段要怎么收尾，各位？我有点感动哎。我身为一个队长，我说真的，我育有容颜。假使你莫讲哦，你整个食起来。完全你去水饺皮做的，可以啦。哇！其实我真的蛮想知道口感，因为没人吃过。这一段要怎么收尾，各位？捏回去呀，再拉。捏回去啊，再拉。对呀。哦，捏回去。对呀。好恶心哦！你要挑俺去做记号嘞，就呼叫分口妹啊。可以不要放进去吗？哇，大手。这真的就老助胎。你这个没有放水啊？不是要煮汤？汤在那里啦。要倒进去煮吗？不。可以。就这冲板挑呢。所以刚下切个细节咯，什么在冲发的哈。从这条都冇感觉。老料弄过了呀，还弄过去啊？面直接倒了，让料在上面。冰镇系吗？那这样就差不多了。系啊，这个汤系冇焖煮系嘛？煮好了。好啦，汤有加盐了吗？这里有盐咸啊。你们先讨论一下好了哈。都有。我们先过去哈。卖起哈。哇！阿姐。刚好都揽出个细节就 DIY， 这边有什么让我做的吗？不要，没有是不是？没有。而且这根本就2道菜哎，哇，好厉害哦！今天挺浮台呢。真的好厉害。口袋。我有点感动哎。我身为一个队长，我说真的，我育有容颜。我等下也会发表得奖感言。对，真的都有调味好了吗？好了。你会发，我们就先来倒数喽。天朝马上倒数，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时间到！马上出来吃吃看呐，都大家最不名外用最高皮鞭策料理来做较赞的哦。耶！好呀，最不名一关呢，用那个最高皮来做编发，我觉得红队超有创意，直接变成口袋饼了。看起来吃吃看呐哦，你不要单纯老给上黑客家炒牛。你就上讲给到客家米头不用落下低度，单纯就追高皮它的发挥，我就觉得它非常有创意了。牛笋记，你知道嘞？很有巧思，很有巧思。老公有吃过了吗？有。他觉得怎么样？他按赞。有时候懂弄啊。基本上你煮什么他都觉得好吃。黑啦黑啦，不挑食的。好，来看一下咱嘴的阿片哈，招妹阿姐，今下风水学那个细节咯。
就赞不绝口哈。来分享一下你心中许头凉拌好选。好吃，我不曾吃过这样子的，配料又好，又有花生很香，动向。那招达姐呢？我提白款龙因，水饺皮昂爆哎，还不错吃。好，我吼是这个副台编剧以后咧，我是咧痛面，夹起来用凉拌红雪咯，夹起来选。那举到佢最厉害的素材喺度，假使你莫讲哦，你整个食起来完全唔知佢系水饺皮做的。是从日本的面条强用 QQ 摊那用冻好雪。没错，而且呢，给它扭粥啊，你这家桶溜溜有一些比较降温下来了，就代表说冷的话，里面不会按油腻。因为我想跟它刚才的煮法有关系，以前老桶留起来嘛，都会这样老料啊，面不用落去。我刚才本来想说这样会不会不入味，其实不会哦，董后生。因为你吃的人是香香的。董后生，让你客家来煮的半烟汤熊熊，对，动向。超，扮演就按牛扮演做饭啦。有神经知道嘞？油葱动向嘛，油葱，你想安尼来客家板条样安尼。超。咱随个阿姐吼，来准备好老王卖夸自卖自夸，别记。因为煮了的面啊，总得讲究就是冻味面，冻清爽，所以。我冇用油，我是用个香葱油的油是别重要，加蒜条面，你看佢煮出来是按油的。系啊，因为冻豆的因为炒个料的虚节咯，个档会有一层油，冇两摸哦，很清爽。所以咸白假是个爆水饺的虚节，寸的，很有寸的煮面。系啊，系啊，要讲唔低怎么变相变到硬体，拿挑体啦。系啊，你看低咧。想问阿姐咧？可以，真的不曾这样煮来。俺们不是讲解水饺皮安煮的啦，要第一次哎样的好吃。佢用啥动厉害？看到个水饺皮嘅虚节咯，用慢想，做得变出变化，汉做得结合起来，嘅客家传统嘅共同美食记忆，就系客家炒嘅料。动厉害，唔单止崩盘做得，崩面做得，炒面、烫面全做得。本师傅等下小理一下咯。今早的时间来咯，因为头前呢是1比1，马上全开啊！卢师傅抢本输，拜托！耶，保住1分了。好，好，大家来看一下阿举师傅抢本输。哇，蓝水，结果系偏手哦。卢师傅，我欣赏你，请讲评。哦，你个前面也系咧水饺皮嘛。所以应该好注重咧煮锅的变化啦，我觉把配动你客家炒牛蟹哦，那创意十足啦。你两片面煮到冻好食啦。好，问阿举师傅来讲评款哦。用煮都冻好食本来千难品，俺要分两个南腿呢，迄几个汤头，俺就上到嘛个呢客家个半人汤，还有个水饺皮啊，它就拉过了，它有那个嚼劲。青葱该那种拉面的感觉，那青头该客家拌人会老给糯米粉做，也会比较容易胀气。不过用这水饺皮来做呢，是较好该选择那种。那凤腿那片呢，口味懂好些，创意我觉得妈就本来就较多个灵感，就眼巴就学到，那感谢你的。那不过有一个小小的个建议，就是做的底度呢就较早一丝丝的嘞。做得老艺术的，个客家个吉种啦、跳肉啊，本期一点点挤上去，本期就开较适中个口感，按用吸起来呢，这样就该口感还有该香味才会出来，感谢。好，感谢师傅安好的建议啦吼，大家好起来，今日成绩已经出来了，马上来你就来颁奖嘞！耶！好，经过2关嘅比赛，还有1关嘅学习成绩已经出来嘅，2组都可以得到2分，都可以大头名哦，恭喜！恭喜！马上前来颁本风吹有1000元嘅加菜金，恭喜！可以去约会了。来看一下蓝水的一片哦，那是2500嘅加菜金，恭喜！谢谢。好，2组呢今日的表现哦，真嘅係老傳統地度，有家係是呢創意，真嘅
你当有失落嘿啦啦。哦，先来问一下我成功嘅女儿子，老太茶讲一下你拜参与嘅心得好冇？哦，禮拜咧參加吼，另外舉辦得到嘅經驗吼，特生嘅做嘅菜吼是要記梅頭，所以食起來吼，吃到其實煮嘅油咪很香，咩啊你即個煮嘅就很香，所以禮拜咧咧吼學到呢多東西，希望大家。有好東西再去，用手機禮拜參加心得，老太茶分享一下。因為好多動作啦，哈，抬槓音大選身手哈，尤其係師傅係哈，師傅做私房菜咪當好食，哎呀，有好多哎呀，抬槓音的湯頭咪當好啉。我覺得對用手機還有另外一種思維，你看這老姊妹耶，窮下，又這老公看了要比，又獎金後拿這一來為今天晚上約會加晶晶哦，青三的，恭喜哦！恭喜！你哋下喺度想，等一下要去哪裡玩的？哦，咱看下咱水裡片咯，凍飯魚，頭講係體質白上天時啊。對，哦，但信唔信做得到觀眾朋友都分享一下嘛？哦，第一次，所以啊，不是上天時。啊，今天有这个机会，很高兴，跟大家一起合照，谢谢。哇，你的緊張是不是想用1500塊擋住你的人？道理啊，太高了，是不是？對啦。你要跟我講一下。好，大家咧玩走得阿姐啦吼，到大家分享下今日參加嘅感想，來。那非常感謝客家電視台一家之主，給我們有這個機會來參加這個節目煮菜比賽啊，因為有出門長地講啊，原來人家別人煮的是怎麼樣，我們有學習到很多，也是學習一些經驗，所以非常感謝你們大家辛苦了，謝謝啦。全望，咁前幾日老紀良沙講夾結尾吼，就係講，因為紀良沙其實唔係客人，佢係夾滾客家人做客家新口，漢用水木熱頭嘅客家人共同基因款，炒嘅料又極香，所以前幾唔簡單。所以參加呢個節目嘅朋友吼，唔係講自己係咩客人啦，我覺得只要有個客家心，全組都放樣大家報名參加哦。冇唔錯，冇想到呢，依家資助殺出嘅連去按到嘅情感，我想呢，也到來啊，本嚟就係親好嘅祝福，老鼓勵。你看，然後姊妹嘅見面，然後老公做約會，大家呢有各種族群，互相認識自家嘅文化，還是也係親讚嘅事情。故所歡迎你 Q 下來報名哦，依家資助，下禮拜再見，拜拜。